先俾你去唱支歌仔先。OK， 唱完歌仔我哋就去嘈交係嘛？係，冇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中山敏姐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啊，中山大偉啊。我哋好耐時間就冇一齊合體拍視頻啦。咁既然你嘅觀眾朋友仔咁中意睇我哋兩個嘈交啊嘛，今日我哋就再嚟拍多集嚇。既然你聲稱係第4代住宅嘅專家，咁啊中山石岐有中山嚟講係有3個嘅4代宅，東區嘅保利朗月、龍湖嘅香山仲再加埋呢個陰陽與神。呢個樓盤咧就由佢個名開始就已經係備受爭議性，再加翻上佢嘅產品、佢嘅開售嘅時間、佢嘅價格一直都係有爭議嘅。咁當然我亦都知道你呢個樓盤係賣得非常之好啦。咁啊，所以今日我哋嚟就我係嚟代表觀眾嚟去挑呢個樓盤嘅毛病嘅。歡迎挑毛病。咁所以喺評論區嘅朋友留嘅言咧，我而家一一為大家嚟去挑刺下。咁當然呢一條片嘅話咧，如果開發商嘅朋友或者銷售你睇到，如果有得失之處嘅話，可以聯繫我哋後台刪除呢一條嘅視頻嘅嚇。咁啊，絕無惡意係去詆毀呢個樓盤。係啦。咁 OK，咁呢個樓盤咧就喺1月嘅20幾號開波啦。咁開波之後就即火爆嘅。係啊。咁啊，交個波俾你。講下而家呢個樓盤賣緊乜嘢產品，同埋仲有啲咩貨，分別係乜嘢嘅價錢，先俾你去唱支歌仔先。OK， 唱完歌仔我哋就去嘈交係嘛？係，冇錯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係大偉哈。咁開始講下呢個樓盤嘅基礎數嘅先。咁呢個係一個4000開發商開發嘅第4代住宅，叫做陰陽。企喺中山之外其他區域，特別係4000個區域咧，佢開發個產品包括4代住宅咧，計埋咧大概都有50個樓盤嚟嘅。所以呢個開發商佢並唔係一個新仔嚇，佢係屬於一個有翻經驗嘅開發商嚟嘅。咁嚟到中山咧開發呢個4代住宅咧，其實都係有好大嘅爭議性啦。頭先敏姐姐講咗嚇，咁我先講翻基礎數嘅先嚇。咁呢個樓盤咧其實屬於中山嘅10期總部區嘅嚇，成個樓盤嘅佔地咧係33畝地，容積率咧係2.0嘅，一共有7棟為複式設計嘅住宅，層高嚇最高係去到24層嘅啫嚇，成個建築面積咧去到21,814平方米嘅嚇，咁總建築面積咧去到69,270平方米嘅嚇。咁一共咧係308戶數啦，車位比咧係411個嘅，咁非動機車位咧係99個，即係路面車位，即係人防車位嚇。咁成個樓盤嚟咧，一共咧係7棟樓啦。咁前期開波嘅咧係1號樓同埋3號樓同埋7號樓嘅，亦都係舊年1月24號嗰日開盤嘅時候就賣咗呢3棟嘅嚇。咁到依家嚟講咧，呢個119嘅流動剩低嘅貨量咧並唔係好多嚇。咁我都詳細講翻先。咁1號樓係119戶型啦，目前嚟講嘅東邊戶2樓到頂樓全部清晒盤，冇晒貨晒嚇。咁其個西邊戶亦都係02單位嚇。目前嘅話剩低3套貨，11樓、16樓同埋21樓嚇。點解呢個係咩價錢咧？敏姐姐問得好啦，點解呢個中間樓層剩低咧嚇？佢個價錢定價非常之貴嚇，16樓嗰套貨總價去到247萬嘅開價報價。咁當時東邊戶賣係咪咁嘅價咧？東邊戶嘅價錢咧，其實咧係比西邊戶會貴翻少少。咁點解去到16樓會貴翻咧？因為開發商嘅定價係中間樓層係最貴，跟住往兩邊收嘅。即係零型定價咯。係啦，零型定價往兩邊收嘅。咁佢個東邊戶當時第一波賣嘅話係咩價咧？即係會唔會係而家已經係升咗價咧？其實升咗翻少少嘅，我先講翻大概係幾多個 percent 啊？一棟大概去到5%左右嘅啫，唔係好誇張嚇。咁佢開盤嘅時候，1號樓嘅東邊戶咧，佢個起步價係19,000幾到2萬幾嘅單價嘅，總價都係去到240萬左右有。即係反而而家係買西邊戶個景觀又冇咁開揚，但係仲要比佢貴5到7萬。係啦。OK， 咁3棟。咁目前嚟講，3度咧，西邊戶呢條腿咧全部清晒貨，冇晒嚇。東邊戶咧剩低3套，
17樓、18樓同埋21樓嘅。嗱，當時3號樓嘅西邊戶係最平嘅嗰條梯嘅定價。係啊，咁就而且佢個景觀係相對開揚。開揚嘅，因為前面係學校嘅操場，其實冇乜遮擋嘅。好，咁3號樓嘅東邊戶同1號樓嘅西邊戶，東邊戶有咩價咧3號樓嘅東邊戶嘅價錢，依家嘅定價係去到19500左右嘅，亦都貴翻嘅。總價嚇，總價係238萬左右嘅。即係同一棟嘅東邊戶又大概相差8到10萬嘅總價。係啦，8到10萬總價嘅。2號樓7號樓153方。哦，7號樓153方咧，佢個總面積153方套會去到222方嘅嚇。咁佢開盤嘅時候嘅價錢咧，就去到305萬到320萬呢個區間嘅嚇。咁好啦，目前呢個7號樓咧，東邊戶咧，偶數層係冇晒，剩低幾套基數層。西邊戶偶數層點解會賣晒咧？佢個特別之處喺邊咧？係咁嘅。中山人點解比較中意翻偶數層咧？佢主要個區別就係喺個主人房出去個露台係朝南嘅，所以中山人咧係比較中意呢個基數層就係朝東邊或者朝西嘅，最大嘅差別就喺呢度啦。好啦，7號樓嘅西邊戶咧，貨量多翻幾套，但係都唔係好多噶啦嚇，中高低都有得揀。咁成個7號樓大概去化咗60%個貨量嘅，剩低大概係5到20套咁啦嚇，都唔算係好多噶啦。OK， 咁佢第2批貨就係加推咗第2棟、第5棟、第4棟就今個禮拜加推啦。咁第2棟又係咩價咧？5號樓係屬於我哋153嘅第2棟啦，即係同第7棟係一樣咯。佢2棟樓嘅定價其實係原則上係一模一樣嘅。目前兩個啱加推出嚟，所以咧佢但係實質上就會加價啦。係啦，佢啱加推出嚟咧，內部有一個客戶係買咗，佢個價錢係比翻7號樓係貴翻3%嘅。咁但係5棟嘅話，東邊嗰戶咪特別靚咯。佢個景觀開揚啲咯。係啊，其實5棟大家都睇到嚇，7號樓都扣爐，5號樓都扣爐。既然大家都扣爐，就要睇翻景觀啦嚇。咁5號樓嘅東邊戶點解會提前就有人落咗手咧？因為佢係睇翻成個小區最開揚嘅園林。你包括從2樓開始到頂樓，佢都享受翻成個小區嘅園林。同時咧，如果你係買翻基數層嘅，咁呢個基數層嘅陽台一睇出去咧，睇翻呢個旗江河嘅支流同埋濕地公園嘅景觀嘅。所以呢個東邊戶佢既享受咗成個園林嘅景觀，亦都享受翻市政配套嘅景觀。所以咁西邊戶同東邊戶又會價差相差幾多？因為如果係153嘅西邊戶，既有樓景，跟住仲有側邊就係富康路呢條主路，咁會唔會又平啲咧？咁呢個5號樓嘅西邊戶，同樣一個樓層，佢個總價比翻東邊戶平翻大概係65000蚊左右嘅。6萬蚊到，係啦，大概嘅6萬到7萬啦。6萬到7萬左右嚇，睇翻樓層差別嘅嚇。咁如果7號樓嘅東邊戶就而家得翻2套啦，咁啊大約嘅即係對街嘅價係幾錢啊？315萬左右有。咁呢啲係面價嚇。當然。真正折扣大家一定要問翻我或者問姐姐嚇。咁如果係310幾萬咧，對比龍湖嘅169，佢又平嘅。係對比朗月嘅172嚟講嘅話，除咗第11棟之外，佢亦都平嘅。但係佢面積上面係人哋係大少少嘅建築面積啦。咁當然套內我哋等陣上去再挑毛病啦。OK， 咁第2棟同第4棟亦都推埋㗎咯喎。第2棟其實第2棟頭先講咗啦嗬，第2棟頭先冇講。第2棟同第4棟 OK。講埋第2棟、第4棟先嚇。咁第2棟東邊戶都係一套都冇晒嚇。咁第2棟嘅價錢係比1號樓平翻少少嘅，總價大概係235萬左右嚇。西邊戶咧會平翻東邊戶大概係45000蚊左右。目前2號樓剩低西邊戶7樓以下同埋中高3套，11、13、17、
21，一共4套嚇。高樓層嘅就係呢4套嚇。咁4號樓我哋頭先都講咗啦，呢個禮拜六升價推出嚟啦。但係4號樓按照我哋正常嘅邏輯，佢個定價會平。點解咧？因為佢靠翻呢條主幹道富康北路，會嘈翻少少。咁3號樓比2號樓好平啦。咁正常嚟講，喂，你4號樓路邊喎，你要比3號樓平？唔係嚇。4號樓依家個情況就係佢個定價同2號樓差唔多價錢，甚至會比翻2號樓貴翻200蚊左右一方嘅，即係大概貴4萬到5萬，係貴翻4萬左右個總價嘅。咁如果係你嚇，如果係你觀眾朋友嚇，4號樓同埋2號樓，如果價錢差唔多，俾你會揀邊號樓咧？嗱，2號樓咧前面因為佢係學校嘅教學樓啦，咁2號樓、3號樓，3號樓可能會好少少望操場，咁但係2號樓嘅話，佢低層係會望住教學樓嘅，係咪？係，6樓以下咧會有遮擋嘅，因為前面小學個教學樓咧，其實個高度啱好係6樓嘅高度嘅，如果7樓以上咧就跳過咗啦，所以咧反而係2號樓嘅中高樓層，係賣得比較快嘅。而我哋都睇到嚇，2號樓東湖一套都冇。咁但係呢啲所謂嘅下邊嘅樓層，佢同佢雖然係近，但係會有幾多米嘅距離咧？你指左右嘅樓梯定係？2棟同前面嘅教學樓。大概係40米左右嘅樓梯。40米左右嘅，係啦。咁佢號稱153方啦嚇，即係同埋6棟。佢嘅樓距有幾多？因為其實佢呢個盤係3個4代宅之中最低容積率嘅，正確嚟講係1.99啦。頭先係大會就4捨5入就講到2.0嘅，係啦。咁佢嘅樓距我哋睇呢個沙盤都睇得出嘅啦。咁佢係除咗有一啲側面嘅話咧，係望出去嘅話，可能主人房嗰上面係會有所遮擋啦。但係其實佢更多係喺單邊嘅位置，佢其實望出去都係叫做冇遮擋啦。係。咁佢樓距最窄係幾多？最闊係幾多咧？如果睇翻我哋呢個樓盤個格局，大家都知道啦，其實屬於圍合格局嚇。圍合式格局嚇。咁圍合式格局就意味著中間小區中間係冇樓嘅。好啦，佢會涉及到一樣嘢就係每一棟佢都會靠路。每一棟佢嘅前後嘅視野、景觀、樓企都有好大嘅提升，但係咧。佢左右嘅樓企，譬如話3號樓同埋4號樓中間呢個樓企咧，佢係冇辦法去避免嘅。有都同大家講翻啦，呢個小區最闊嘅樓企，從6號樓到2號樓呢個成個距離嚇，去到103米嘅嚇。咁我哋5號樓到3號樓呢個樓企咧，大概去到56米闊嘅嚇。咁其他嗰啲咧就基本上嚟講就係睇翻側邊個景觀啦。各對角最窄嘅樓距。你關心得咁細緻啊！觀眾朋友問嘅嚇，唔係我問嘅。OK， 好，講翻各對角嘅樓企啦嚇。咁呢度同你呢度嘅樓企咧，譬如話我哋6號樓同埋7號樓嘅樓企咧，大概去到係28米咁嘅樓企嚇。咁好啦，7號樓同埋到1號樓咧，呢個係比較闊翻少少，去到36米左右嚇。1號樓同埋2號樓嘅樓企咧，大概都去到29米左右。咁最窄嘅樓企開始計啦嚇，2號樓同埋到3號樓咧，佢個樓企得翻22米左右。咁最窄嘅樓企就係3號樓同埋4號樓啦，佢個樓企得翻18米左右。呢個就冇辦法去避免㗎啦，因為畢竟每一個樓盤都有優點㗎。所以你哋就唔好講話龍湖香山仲20幾米啊，或者係保利朗月係窄㗎嚇，佢其實都有窄嘅，得10幾米都有㗎嚇。係啊，其實側面係窄，但係呢個係其實得啦，唔使兜，觀眾朋友都知道嘅。咁另外咧就係第4代住宅或者新規住宅，基本上係樓下係冇商鋪㗎啦。咁你呢個盤下邊又會有商鋪或者公建配套啊，對呢個小區有影響嘅嘢咧？OK，講翻呢個問題，敏姐姐關注得真係好細啊，不愧係專家嚇。好啦，所有4代住宅大家都知道，佢個車庫係挑空到5米以上嘅，其實係想慳工係咪咧？
第一佢慳工慳成本啦，但係呢啲都係屬於好防止未來嘅趨勢。因為畢竟陽光車庫，佢除咗係即係冇咁暗如果啦，做全部係挖空車庫，成本重啦。成本重啦。第二個就暗啦，咁而家挑空做嘅話，個光線又好啦。咁第二樣嘢嘅話，你上到小區嘅話，由2樓開始做住宅，就算你住到2樓嘅話，其實同個離嗰個地面嘅距離都高啲啦。咁所以呢種好防止標準就成個小區就相對嚟講係舒適啲啦，係嘛？我幫你簡單講講啦。好，咁好，回歸翻正題，商鋪。佢抬高之餘咧，佢有幾個公建配套。喺呢個位置嘅東側、東角落位，靠近大三南路呢個位置咧，有一個老人活動中心。咁咩意思咧？即係屬於俾翻啲老人家平時休閒下啲中心嚟㗎嚇。大家可能一聽，喂，係咪一個老人院啊？哇！我個小區有老人院，我唔中意㗎，係嘛？有冇好多人會咁諗咧？其實佢唔係嘅，因為呢個公建配套咧，佢個積數100方左右，咁100方可以做老人院咩？根本唔可能啦，係嘛？捉下棋咯，乒乓波咯，閱讀室咯，係咯，飲下茶啲咯，咁啊，甚至係打下麻雀咁嘅咋，所以其實大家唔需要太過介意呢樣嘢。100個平方米。係啊，跟住往呢邊往東呢個門口方位，大概呢個位置咧，有一個咧叫做商鋪咁嘅，即係平時可能啲士多啊，做翻呢啲咯。咁除咗之外咧，北面同埋南面同埋東面西面其他位置佢都屬於架空，冇有任何其他嘢噶啦。所以呢個小區其實佢個定位都比較純粹咗少少嘅。OK，咁大家明白啦，就係你唔需要擔心你住樓上樓下有商鋪有煙火氣嗰種，又燒烤啊又大火煮食嗰種就冇噶啦。咁我入口嘅話係除咗係而家我哋售樓部呢個位置係入口啦，咁之後仲會有啲咩入口？會唔會話呢個小區因為後邊有大路啦，出入係冇咁方便，或者出入要調一個大先至可以翻到屋企咧。OK，呢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嚇。一陣我哋去片睇翻嗰個小區大門口個空鏡嚇。咁咧空鏡嘅左側咧就係呢個小區個車庫入口嘅。佢係冇出口嘅嚇。嘅設計係會有人性化咁去設計翻嘅嚇。咁另外一邊咧就屬於呢個北邊。仲有一個車庫車入口，呢個車庫車入口叫做又可以入車啦，又可以出去嘅。咁其他位置就冇車庫車入口噶啦。人行就呢一個。咁我哋跟住講翻人行嘅小區啦嚇。咁小區大門肯定人行車入口啦嚇。咁喺呢度入嚟啦，咁係屬於第一個嘅。咁第二個咧喺呢個小區嘅南面靠近學校呢位置咧，有一個細細地嘅側門。咁呢度又做另外一個人行車入口啦嚇。如果你係為咗隔離嗰間學校而買呢個樓盤咧，呢一點係認真正。係啊。打風落雨又好，乜都好，你接送小朋友就唔需要再喺呢個學校門口揾車位，喺小區泊低自己個車庫，行出嚟接送完就翻屋企。呢個咧係作為父母嘅我係認真係覺得呢個係非常之正嘅，係啦。咁呢個樓盤嘅產品啦，而家在售嘅價格啦，係仲有一個樓王第6棟啦，179方，層高咧就係3米半，其餘嘅都係3米15，亦都係佢嘅特色之一嚟嘅。其餘嘅話，如果細戶型就都係3米啦，係除咗龍湖嘅169係3米2，其他嘅話佢應該係做到層高係3個4座宅之中係最高噶啦。咁樓王你哋再介紹埋。樓王係179方嘅嚇，咁嘅套內嘅積數咧去到268，好誇張噶啦嚇。179就等於268。係啦，好誇張嚇，都係2梯2戶啦。咁佢頂樓都係複式啦，成棟樓咧得翻44套貨嘅啊。咁咧呢一個樓王咧，其實佢最大嘅亮點係喺邊度咧？頭先敏姐姐講咗3米半嘅層高，咁最大嘅亮點係佢嘅客廳開間去到7.8米嘅。咁呢個好誇張嘅數據嚇，咁呢個樓王除咗佢個層高啦、開間啦各方面，其實所都做得最大之外咧，一陣我哋會輯片去到呢個樓王嘅片俾到大家睇嘅嚇。咁其實咧，佢都有翻少少缺點嘅嚇。第一，佢嘅總價係偏高翻少少。第二，背靠路啦。第二，背靠路啦，呢條大三萬路啦，大家應該都睇到出嚟嚇。點解呢個發展商嚇將最大嘅戶型、最貴嘅戶型擺喺靠路呢邊咧，呢個就係發展商打差異化嘅成功之處啦嚇。
咁即係大衛所講，我亦都補充一下啦。嗯如果你揀119方，你要揀保利朗月，而家咧得翻13樓以下，咁佢望出去其實視野係有遮擋嘅。咁、然後咧龍湖就12棟嚟去計翻嘅話，而家最高嘅樓層，我哋啱啱今日去重新 check 嘅話，就係最高嘅話係12棟嘅西邊湖係23樓，其他嘅都會係更低啦。咁、如果低層就係會樓望樓啦，又或者係你去到16、17層就會望到佢嘅樓頂嘅，啱啱？我補充完啦。咁所以3個4代宅之中，首先佢119方，全部朝南向，景觀開揚，但係佢亦都有個缺點，就係你買得咁靚嘅產品，你嘅價格係要比龍湖或者保利香山仲最少貴10萬啦，最多係貴20萬啦，啱唔啱？啱嘅。咁但係如果真係中意嘅朋友，都願意係為呢個去埋單啦，啱唔啱？好啦，咁呢個係我哋嘅第一集啦，接住落嚟我哋逐個產品嚟去討論俾大家睇啦。咁我哋第一集就先到呢度為止啦，拜拜。中山米樓記得揾大圍幫手。